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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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发，我是怡姐。敏华，我知道在苗栗泰安有一条豆腐街，里面的豆腐料理超好吃，真的那条豆腐街超棒的，而且我还认识一家餐厅的老板。那家餐厅的老板也就是头嘎非常好哦。我听懂了，头嘎其实就是老板的意思。而且一定要吃的就是豆腐料理了。你知道豆腐怎么说吗？豆腐。那你知道吗？到那里一定必点的就是香香脆脆的炸豆腐了，它的香味真的是令我难以忘记耶。那你知道香怎么说吗？香。那如果说是这盘炸豆腐很香，要怎么说呢？呀盘好嘅豆腐很香哦。呀盘好嘅豆腐很香哦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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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发带大家一块来吃好吃香香脆脆的炸豆腐，吃豆腐去喽！戴哥，谢谢你哦，带我来看这么漂亮的地方玩，真的很舒服哎。你想不想吃好吃的？我最喜欢吃好料了。那我带你到我们泰安吃有名的豆腐。这个我喜欢，走。头嘎，我们要2盘好嘅豆腐。你要黑的、白的？好，各1盘。好。然后呀，拍豆腐哈，要做5个豆腐哈。这酱料怎么用啊？来做有豆腐的酱哈，也做拍豆腐的酱。也拍的有不一样，蒸也是，又是一个味道。有香哦。敏华这一间是老店哦，头嘎嘅豆腐已经传到第3代。原来是老店啊，难怪生意这么好。对啊，我超想吃这个豆腐的。哇，刚刚透过镜头看到了苗栗泰安的豆腐料理，真的好好吃哦！真的，而且那一条街上啊，每一家餐厅卖的都是不同的特色哦。有的是炸豆腐很好吃，有的呢是臭豆腐非常美味哦。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豆腐怎么说呢？豆腐。那如果说是老板呢？头嘎。那如果说这豆腐真的很香香怎么说呢？香。那如果说是这盘炸的豆腐很香，要怎么讲呢？呀盘好嘅豆腐很香哦。呀盘好嘅豆腐很香哦。哇，今天这些豆腐料理好吃，客家话也都用得上哦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敏华要带我去吃豆腐喽。没问题，我赶快打电话给老板喽。吃豆腐去喽。Go Go Go 好发，下回见，拜拜。